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，我係宇峰。今集想分享嘅題目就係人嘅痛苦，我哋嘗試去探索內心深處嘅真相，揾翻屬於自己嘅嗰份珍貴。人生中好多痛苦，其實都係嚟自一個好深嘅誤會。呢個誤會非常之普遍，普遍到我哋視佢為一個理所當然嘅真理。喺我哋嘅成長過程入邊，不知不覺被教導要喺外面去尋求認同啊，同埋價值。當其他人嘅眼光成為我哋自我價值嘅標準嘅時候，我哋就會開始咗一場永無止境嘅追逐。呢一份痛苦並非來自外在嘅環境，而係來自我哋對內在自我價值嘅一種錯誤認知。如果能夠理解到呢一點，就係走向內心自由嘅第一步。我哋通常會有3個好深嘅誤會。第一個就係我哋誤以為自己當有人愛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先有價值。呢一個想法讓我哋不停去討好其他人而失去咗自己。第二就係我哋渴望得到其他人嘅讚美同埋認同，好似彷彿只有外界嘅肯定先至能夠證明到我哋嘅存在意義。第三個誤會就係當我哋將自身嘅價值建立喺其他人嘅評價上面，我哋就會失去咗自主權，成為咗其他人情緒嘅俘虜。誤以為自己嘅價值等於係有人愛自己，有人肯定自己。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好深好深嘅誤會，忘記咗自己咧本身就已經好完整。咁會帶嚟咩情況呢？第一就係當我哋嘅快樂建立喺其他人俾我哋嘅愛上面，我哋好容易就會成為咗一種叫做情感嘅乞討者，好似永遠都喺度苛求緊或者索求緊或者等緊人哋嘅施捨。第二就係不斷去尋求其他人嘅讚美啊、肯定啊，我哋會慢慢失去咗自己嘅聲音，好似只能夠活喺別人嘅眼中、別人嘅期待中。第三就係當人哋意見成為咗我哋活着嘅價值標準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失去咗做自己嘅勇氣同埋自由。當我哋將自己嘅意義同埋價值交託喺其他人嘅手上面，咁我哋嘅生命就好似將自己嘅遙控器俾咗人哋去撳。人哋開心嘅時候，我哋會跟住開心；其他人好冷漠嘅時候，我哋就好痛苦。我哋嘅情緒起伏咧，就好似完全取決於外界嚟到反應，而唔係內心嘅平靜。咁樣嘅一種生活方式咧，會讓我哋永遠處於一個唔安全嘅感覺入邊，因為我哋冇辦法去控制別人嘅想法同埋感受，我哋好似失去咗自己一樣，成為咗生命中嘅一個旁觀者咁樣。有一樣嘢要記住、記住、記住、記住嘅就係，其實冇人有義務咧，係要為你嘅快樂負責。咁有義務嘅嗰個究竟係邊個呢？真正重要嘅嘢呢，係需要由我哋自己去賦予嘅。我哋嘅價值係唔需要有任何人嘅認證，雖然而家好興一啲認證嘅制度，但係我哋自己嘅價值係唔需要有任何人嘅認證。呢一樣咁重要嘅嘢，其實係需要由我哋自己去賦予。咁我哋點樣去攞翻生命嘅主導權呢？第一就係首先要認識到、認知到我哋嘅價值從來都唔等於其他人對我哋嘅愛或者肯定。呢個係需要去面對嘅一個真相。第二就係要學識聆聽自己嘅聲音，同自己做朋友，同自己 connect。你嘅感受、你嘅想法、你嘅夢想都係珍貴嘅。第三就係開始練習自我肯定，
唔需要等其他人嘅讚美，你有能力睇到自己嘅美好同價值就 OK 嘅。所以好多人都會笑我啊，宇峰你即係自我感覺非常之良好喎，係啊，因為我係不停會自我肯定嘅一種人嚟嘅。第四咧就係內在嘅平靜。當你唔再依賴外界嘅認同嘅時候，你會多咗一份鬆容，多咗一份嘅淡定，內心會有一種平靜同埋自由。當我哋放低對其他人嘅認同嘅執着嘅時候，我哋即係唔再捉緊人哋對我哋嘅評價，唔再好執着人哋愛唔愛我哋。當我哋停止將自己嘅價值建立喺外在嘅時候，奇蹟就會發生啦。當你放低你手中執取嘅嘢嘅時候，你將能夠擁抱嘅就係整個世界。當你真正愛自己、肯定自己嘅時候，整個世界都會為你打開，因為你已經成為咗自己生命中最重要嗰個人。呢一個就係真正嘅自由，呢個就係真正嘅愛。多謝你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資訊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。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